不期待。接下来有请本场第一位登台的竞演歌手迪玛希的音乐合伙人阿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合伙人阿来。我们的进口小哥哥今天也特地从他的故乡哈萨克斯坦请来了7位乐手来助阵。哇，7位！他今天要演唱一首哈萨克民歌，这首歌在哈萨克斯坦也是家喻户晓哦。小哥哥希望今天能用他的歌声和这些古老的乐器，让大家感受到最纯正的哈萨克风情。我们有请迪玛希为大家带来《Dai Di Dao》。现在这个歌剧是世界上5大歌剧之一。王子来了！帅哇！传统服饰，衣服都是大招了。这身衣服可以。哇！帅，好听。
唱的好美哦！ Үлкен рахмет! Қазақ ұлттық өнер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нің студенттері мен достарым. Үлкен рахмет, шеше! 你这么年轻，忧伤的质量就这么高，非常棒。解释一下啥叫忧伤的质量？就是他这么小的年龄，有一个像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的演，对，这不是来自于表演，这是来自于天赋。怎么能唱那么高？他的整个通道是非常非常的畅顺的。谢谢迪玛希，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些艺术家们，谢谢你们。天赐有机，经典新升级。我们的小哥哥迪玛希呢，也将在3月10号参加我们的经典升级训练营挑战，到时候呢，也会在网络上有一些直播的活动，请大家多多关注。